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待我言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哪里忘了点哪里。哇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记忆力 ，so easy。前面边，苏娇呢？她今天没来上课吗？哦，他今天没来，老师说他好像请假回家了，但他手机关了，我也联系不上他。你找他有事儿吗？没什么，等一下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走不动了。我给你吧。可以吗？今天谢谢你啊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对了，快放我下来。又放你下来？我想起来那天我是怎么晕倒的了。你想起来了？同学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的钱包昨天在楼道里丢了，方便让我看下监控吗？好啊，你直接看吧。
我也敲门是吗？汪兰出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楼梯间？没有。所以你没有见到汪兰，也没有见到苏娇，是吧？都说了没有。我好奇的是，都没人通知你，你是怎么知道汪兰晕倒的呢？所以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我看过监控录像，汪兰晕倒的时候，你和苏娇都在现场，你很想要骗是吧？苏娇娇也在，你怎么不问她？我找不到她。那你也别来问我啊。这是你要的 U 盘。谢谢。嗯。所以你在楼梯间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那天好像看到了苏娇娇，但是其他的都记不清了。因为我在监控室那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这样吧，我把它拷贝出来，你再看看，仔细回忆一下。嗯。现在，唯一让我回忆的，就是你了。怎么可能啊！哎，新建呐，有消息了。我找到一卷上古卷轴，上面提到了一样狐族法器，或许能帮到他们。狐族法器？哎，是什么？尚未可知，只提到这样法器虽然不能化解杀生石的力量，但或许能封印杀生石的力量，来保住汪兰的性命。哎，那就好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啊，就是赶快找到这个法器，事情不就得了？哼！我已经搜寻了涂山，并未搜罗到有此功能的法器。不在涂山。也是，如果在涂山啊，清风的老狐狸早就有所行动了。这不在涂山，就有可能落入6界了。这搜寻人的难度跟范围都太大了。反正现在啊，我们赶紧把汪兰和苗里送去安全地方避避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段时间啊，龙族的人蠢蠢欲动，已经对汪兰出手好几次了，也是我疏忽了。这一次啊，汪兰在学校被他们弄晕了，差点找我们毒手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是还好，没什么大碍，但是已经证明了学校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们得赶快把汪兰和苗里送出去了。要送走汪兰没问题，但苗里至今对整件事毫不知情。如果要把他也带走，我们就得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解释清楚。他会不会接受不了啊？接受不了也得接受嘛，这没有办法的办法啦。哎，难不成你真要把他打晕绑出去啊？浩宇老师，陆云老师你也回来了。苗里，你过来有什么事情吗？事实上，我觉得汪兰在楼间晕倒的事情是有蹊跷，而且我在医务室门口也听到浩宇老师您跟汪兰说，还有谁进了楼梯间，
你还说你会24小时跟着他，即使是睡觉。所以我在想，我这正牌男友头衔是不是被你给夺走了？你想说什么？事实上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我发现白龙和苏娇娇也进了楼梯间，但是监控录像里并没有苏娇娇出来的画面。随后呢，就出现了3个黑衣人。除此之外，你们猜我还看到了谁？我看到了皓月老师。所以事发当时你也在场了，对吧？而且皓月老师你好像有特异功能，可以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。所以我比对了一下监控录像的时间，您是在我出现的时候瞬间消失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们2个没有东西要向我解释吗？其实有些事啊，本来准备告诉你的，但是既然你问了，没错，现在是有人要对汪兰不利。是谁？在你知道全部真相之前，你最好先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所以，我刚刚看到那是什么？你们现在你知道了。你和汪伦很危险，而且他为了救你，决定要离开，消除记忆。所以，上次算了，他早晚要面对。好久不见啊，千峰。老家伙，你还没死呢。大业未成，我怎么敢死在你前面呢？不过我要看看，你今天怎么活着走出去。给我上！又让他跑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受伤了？受伤了你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汪兰，
是龙族，龙族找到了我。龙族？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王兰现在很危险，快找到他，我必须带他走。我去跟县族商量一下。县族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他们插手。你快去找王兰，这是命令。长老，你不能说带他走就带他走，龙族是我们共同敌人，这件事必须得找县族商量一下。你在这等我。长老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帮着他们说话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不去，我自己去。长老，你不能带他走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骗我说你要出国了。我没有啊。你还想要骗什么？刘云跟皓月都跟我说了。你都知道了。跟我走。苗里，你放手！你弄疼我了。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你说不出口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打算瞒到不能再瞒的时候，然后让他消除我们的记忆，然后潇洒的一走了之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对吧？苗里，对不起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错的人，错的事，弄到现在这种生死两难的局面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错误？对你来说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是你。正好，你们都在。他是谁？千峰，我跟你说过，不许伤害他。九尾，现在情况危急，等到了涂山，我再跟你做解释。九尾，你在说什么？别着急，你也得跟我走。苗里，苗里，你怎么样了？苗里，苗里，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苗里，住手！小姐，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们这样是会害了他。我们有我们的使命，你知道取出杀生石意味着什么？哼！只要九尾能活着，天下苍生与我何干？别跟他废话了，这老狐狸冥顽不灵的，先关起来再说吧。你们别这样，有事好商量。长老，你就先服个软吧。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替我求情？真是丢涂山的脸呀！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他养大的，你们就放了他吧，我会劝他的。你劝得动才有鬼嘞！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关了？师叔，你是说，是龙族的人找到我？他们一定会来找你。还有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他们是为了杀生石而来。谁能得到十字妖星的力量，谁就能统御一切。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。到时候别说狐族，乃至整个涂山都在旦夕之间。现在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你背叛了你的族人。喂，你自己打不过人家，怪他这个法术又烂、智商又低、体力又不好的人干嘛？喂，你不用在这边危言耸听啊！龙族的事情啊，我们会解决。汪兰
我们会保护，不用你操心。我10年的修为都不一定打得过他们。今天要不是我身负重伤，就凭你们能拦得住我？皓月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王兰，你们又做了什么？你们真的要保护他，就不该放任他们纠缠不清。现在杀生石觉醒，你们难道就愿意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糟吗？苗里，你欠九尾一条命，现在该还了吧？住嘴！他什么都不欠我的。所以杀生石觉醒会怎么样？要怎么样才能化解他体内的杀生石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你不要听他瞎说，我好好的在这儿，谁也不用救我。所以你到现在还要骗我是吧？苗大神，这些事你别怪汪兰，之前瞒着你是大家的决定。这件事与我有关，我有权知道所有的事情。我这次回仙界，找到一卷上古卷轴，上面提到有一种上古狐族的法器，或许可以压制杀生石的觉醒。狐族法器？真的？太好了，汪兰，要真是这样，你就可以不用走了，你跟苗大神可以安心的在一起了。法器现在在哪里？目前还没线索。啊，没关系，有希望的话，总会有线索的。苗，这说话不太方便，换个地方吧。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可以好好招待你的啊。哎，白龙，你还好吧？我好了吗？你们一会儿是妖，一会儿是仙，一会儿又上天入地的，我能好吗？哎呀！等，我没说我不愿意接受。我作为汪兰最好的朋友，都这个时间点了，你们还不让我有知情权？我也只是想跟你们一样，想保护他。这个时候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给我点时间。苗里，苗里，你等一等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你当然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解释。你对我撒了那么多的谎，你到底要怎么圆？你告诉我。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。你以为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吗？我每次都想要告诉你，可我该怎么说呀？我怎么说你会信呀？你肯定会觉得我脑子进水了，又在说胡话，又在犯糊涂。我告诉你，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设定。如果你今天要我相信你，我愿意去相信你。可你今天居然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你还是选择一个人承受。哎，我今天是你男朋友哎，我有权利知道任何有关你的事情。可是，你却连让我跟你一起承担的机会都不给我，然后选择消失，选择放弃，这样对吗？我还天真的以为我已经把你留下来了，但是你呢？你还选择继续骗我，然后又在某天消失，突然不辞而别是吧？你这几天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跟我在一起是在演戏是吧？汪兰，我真的太佩服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说什么我都能理解。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反而觉得轻松了。总之，都是我的错，从一开始都是我错。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道歉。
继续跟他们在一起吧，这样是安全。没有。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是一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